來變獎金的吧？哦，還有，沒有，獎金來哦。這麼以後真的俗稱嘛？今天你也算女的哦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剛才你們說有這個3層肉，你的肉到底在哪裡啊？我感覺我貢獻吧。貢獻。對啊。我去吃。要給好豬介紹一項炒米粉，做得嗎？對，做得。因為我媽媽一聽炒米粉就好食。好好食，真係300多好好啦。燉落去，燉落去。我前日都。我嘅呢套狀況嘛，都食過位。真嘅啊！同埋關東煮嘅要豬哦。好喎。係哦，對對對。邊咩武器？喺馬街。泡菜。看下個石豬弟耶哈，很資深了。那你作為豐年姐，這個公演很讚哎。這是大安森林公園哦。拒絕你在講諧音的。客家細妹，好數你，客家誰來未東北哦。他愛用講的嗎？你們也理解這就是誰來來？係啊，客家嘅地北圖最應該係誰來係滿英地嗎？一提你那你了。我第2名啦，但應該也沒有第1名。哎，你廚師啊！基本嘅來哦，記得唔單講廚藝非常好，還有難溫難糊，還有多菜多藝。古時候呢，佢們也係誰來嘅，老細妹嘅大對決。哎呀，非常期待的哦！現在朋友都佢們評審欣賞，提前的朋友都剛講你係客家第2帥，剛你客家第1帥嘅主廚，佢們有2位。哦，現在朋友都嘅係你啊，申知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啊，朱師傅好，東橋冇群到。係啊。誒，等一下呢。好啦，就咁樣看一下啊，你2片吼，算係未第2名啦，好嘛？跟我並駕齊驅啦。好，阿斌哥。他不想跟你並駕，我剛已經講過幾兩啥係第1名。沒辦法哦，沒辦法。這樣網友會抗議。沒有，我們這是電視節目，觀眾可以接受就好。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，風吹嘅2位都係講細妹嘅，來自於新北中部嘅保護姊妹嘅分享到楊鳳蓮老後面組。歡迎歡迎！哎呦，今天這樣細妹大家好，來咯！來，好，上個來看一下，咱吹的一片係來自台北溫山嘅表兄弟梁景鵬、左世佑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2位就係第1名啦，最帥的代表。好，現在看到哇，因為按腳就掉出澎湃料理耶，玻璃吹鏡係嘛？乜人做嘅嘛？應該跳架做嘅。哦，聽講2位姐姐本來喺哪度畢業人？結本家都台北來係嘛？誒，花蓮。花蓮用語。啊，住咪係花蓮人呢？我係咪有啲12年咯？12年，你結本都台北來嘅。對。啊，咪主持你係你客家語文協會啊，參與啊嘅語文協會啊呢？哦，它好飽滿哦，在地北都有買料啊。會有牛，魚膠，會都有東西。你喺都喺台北上班嗎？又係工廠嘅樣啊？做關東煮嘅。哦，做關東煮嘅。工廠嘅樣做幾多年咧？15年。15年咧。咁豐年祭咧，你除了都協會聽書以外，還有到哪？哦，我要去高飛上，跟我老人據點嚟上課啊！對對。你們一定要來頒獎金嘅吧？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個獎金來哦。細妹，你那個真係俗稱嘛？今天你也算女的哦。對。什麼意思？對。想要委屈他。哇，你看從安然素材來到呢一片，然後強大家是好學的，來看一下咱出呢一片，大隊買個好學的。冇好學。來。本大家看一下，喺推提農場嘅，哎呦，而且染布，你買啥？冰川，好手藝耶！冰川，你買染布，買有點像那種藍染的那種，是哎，不是，是不是染？咖啡色的，應該係氧化過的，所以應該是洋蔥嗎？哎，你用對了，太重的，我猜洋蔥染。好，洋蔥一片，對，就可以染成。你推低農場你個分出嚟。我阿公用咪就按樣嘅興趣啊。我都睇做留在做個志工啊。台大農場當志工。
而且哦，景鹏大哥给黑老师哦，姓上河。世佑大哥呢给没黑都很厉3期州给关怀据点，关怀据点志工哦，志工哎，那唐公龙沙地位又是啥？对个二胡哦，對，嚟阿婆嚟咯，什麼年人咧？啊，我基本上大概這肩膀給燙鬆了哎，哎，對啊，這樣很帥耶，很牛仔。做出來西這就安用煙。西部牛仔風哎，誰來老師們都帶給我們那組得到第1秒，那組第2秒咩？不過都要之前，我們先來暖身一下哦，先來金下踢館嘅挑戰嘍。向前變困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接下來一個單元，我到向前變困啊！當然睇起來呢就要學會來 PK 熱身一下。唔過抱歉都得，你有邊嘛嘅咧？好，今日我考驗嘅就係。款你用辦公亞冠你真嘅冇講法，我覺得就是完全告不那個來賓就好了。對，還記得你上一集的回顧嗎？請不要播 VCR，拜託，請不要播。好啦，因為要考驗大家對客家文化、韓國料理有幾多嘅了解。主要等下跟幽默蛋糕和幽默重用嘅題目，熱沙負責來用講嘅。社廚長啦，另外熱沙嘅廚人負責來看。技師總共係3分鐘，答錯最多題嘅計則除5，是做得讓咧得到1分，2廚哦有一隻怕死嘅機會。點做咧？哪一組先來剪刀石？一定是女士優先吧？不，我們先對選女先。轉動一下，所以 Annie 先來表，他們 OK 嗎？因為我們很強哦。我已經選好了。我們很強吧？對，很強。好，各就各位。南區嘅這下各位，一度都準備好些嘛？哎，我都出汗了。好，準備好，計時搶開始。2個字，好，好吃的風板板干，那個圓圓的，中秋節啊，可以包在那個餅裡面。軟房，那個蓋卵，整個的雞蛋，但是呢有味道，很香的，可以包在一個圓圓的餅裡面的鹹蛋。下一題，2個字，我們今天有準備我們的秘籍，豆乾，豆乾。下一題，馬上要到達的一個日子，大家會吃粽子。端午節。好，下一題，慢慢講。等一下炒菜的時候，你會拿着一個來炒的時候的東西，鍋鏟。下一題，幾個字？2個字。3個。好，3個字。3個字。白色的，然後它是像個雨傘一樣的，太怕菜，最肥的一種，像個雨傘的食品。3個字。 3個字。pass。下一題。pass。怎麼可以會小呢？3個字。客家的一種菜，放在一個圓圓的東西裡面。香菜。然後第2個字是跟鴨一樣的2個腳的動物，但是用1分鐘。雞。第2個字是對，那第1個字是用刀子這樣子用力這樣弄的，放在一個圓的剁雞盤。好，下一題。剁雞盤。跟蔥一樣。幾個字？2個字。2個字。是的，但是味道比蔥濃。大蒜。第2個字，第1個字對了，第2個字。吃什麼？什麼？剛開始接不蹦哎。那我們切成細細的，擺在上面。不是。蔥蒜。它是一個東西，不是2個東西。是一個東西，蔥蒜。剛才講蒜末有點像了。蒜泥。沒。蒜蓉是整隻的。整隻。專門拿來配東西啊，拿來配東西的。蒜什麼？蒜什麼？對。蒜什麼？對。快點。大蒜。蒜什麼？蒜什麼？蒜泥。整隻的。你算什麼？你算什麼東西？蒜什麼？哦，蒜苗。早說嘛，很重要啊。真係跟你說，按照總共有幾道題馬上統計下，南區答對嘅5題。很簡單。剛才你們其實，我覺得景鵬大哥跟秀大哥算蠻有默契的，只要去除國籤就 OK 了。來，請回來，攻守交換。一起回去。對。
好，两下就来看一下客家社会嘅表现有几多咧吼。继续3分钟哦，吼，继续请开始。9大师3个字， 3大师3大师，说。你在凶什么？用嚟得拍嘅，你也不卡4个呀，胖胖的7、8呀。3大师，你也不卡3嘛该？扮演没有，体积上面就剪的呀，还剪的呀。啊，吹头扮，老白板剪的。我讲一句，男生最对。什么？马盖头夫，马盖什么？马盖头夫3加10哦。再加一个马盖头夫，硬的板豆腐啦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个扁头夫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6大师，好，主委一边的，主有啊，好，下一题。3个字，3大师，3大师。吹頭去西，啊，吹頭去西嘅，羅皮講，妹，羅吹布，好，下一題。幾個字？2個字，這個要不要 pass？要 pass 吧？不要，這個不要。下一題，好，下一題。那下幾個字？哦，這簡單，這個簡單。這個冬天可以做嘅。幾個字？這個不能了，這個不行了。好，下一個，趕快。下一題。哦，這超簡單。棉粉做誒，幾個字？又講到了，又講棉粉，又講到。下一題。趕快幾個字？2個字。好。什麼做的？不要講，不要影響我們。是個輕嘅細個。可以閉嘴嗎？素食的，做一張啊，是有點像，四方形的形狀，超薄，超好，來。用得時好，我講你做嘢拜太雜嘅，拜用人嘅。下一題太多了。用得時好，他講你做幾分鐘哦，五嘅東西，木蜜啊，沒，五嘅，快點，只要再多一題而已。黏片系的，錯，幾個字？可以放輕鬆了，姐姐。人讓你變，開變，咩？馬個變，咩？水果，對，水果去做誒。錯，好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要，幾個字？兩大師。什麼？衝一跳。衝誒，Q 色的。要講到嘞，不行。下一個，我們幾個字？7、8個不呢？馬開。哦，OK，反跳嗎？錯，下一題。幾個字？兩大師。 5、4，好，配回來。都影響來的，不行，影響我們的苗栗人，一起抗議招婆錢，怎麼樣用啊？你做唔得？太厲害，有樣啊！我諗呢套上學嘛，都識講話。真嘅啊！關東煮嘅有啲哦。啊，好呢！哎呦，這是最高級的。他趕緊整用點冇問題啊！哇，在關東煮店，哇，那個肉圓一定做到不想要。我哋要賺錢，你會做啊？已經贏很多了，贏很多了。先看一下我們贏幾題都是1分。幾道題啊？哦，中 Q 8題。耶，來第5。耶！好，目前比賽比到2下哈。要不要先跟美珠姐講一下？你剛剛有點太認真。沒有，你這個損耗更長哎，對不對？然後不連氣。結果係好誒，因為你就讓嚟嘛。哦。目前嘅比分哦，風吹到冷吹係8比5，所以你就得到了1分。風吹到第一關呢，略勝一籌，得到1分。不過太七個暖身完畢過後呢，先放輕鬆一下。今日來看一下你盧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來留太七個分享咯。主廚素滷菜。在第一季當中呢，主廚嘅私房料理哦，除了我來搞太七個用來做菜以外，還加重要係一件事情哦，我覺得都要高強度度。Anyway 有一個水塘測驗，係講答對嘅話就有機會就得到1分咯。嗰時候太七個談清楚、看清楚來咯。三下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帶來嘅料理，菜名係乜嘢？豬雞牛羊。嚇，很簡單。全部要咧，東方牌咧，東方牌啊，豬雞牛羊全要咧啊，豬雞牛。這是路上大餐。哦，嘿，一人介紹下，對，豬牛
芥兰、牛奶、葱条。猪鸡牛羊啊，对啊，猪鸡牛羊啊，错。下一次就是看到什么食材就叫就是菜，但是顺序就是看哪个多。就像你早餐店点火腿蛋吐司是一样，就是火腿加蛋加吐司，对啊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是。哎，其他的食材嘞？最主要咧是吼，啊配咧，你客家是吹咧汤冻瓜，冻冬瓜，对，冻冬瓜，哦，葱啊、姜妈、蒜头，好了，搭配。它有粉啊，粉，你便宜粉。所以你呀还不用乱猛，落去听听。乱拍没有，一颗蛋，一颗。大胆假设系做牛蚶系吗？嘿，牛蚶。你说大猪、小猪、落玉盘，请 Q 张妈妈。可能某种用啦，至少在外形上就不一样。大猪、小猪会蛮好吃，可食用啦。所以跟春到一边来叫的啊哈。他赶紧真用点某问题啊！哇，在关东煮店，哇，那个肉圆一定做到不想再说。为了要赚钱，那不做啊。不过用暗冻挂落去做还小哈，也其实很多啊。他赶紧不会用这个调味啊，调味。世佑哥一副就是像是现在在讲说菜人。他现在出国了，对，没有啦。世佑大哥平常有料理吗？有煮菜吗？有。拿手菜是什么？拿手菜啊，卤肉。哎呦，那我们就现场来示范一段，来。哎，没机会，先看厨师。我咧吹料出来叫的，等下然后我先破锅。哦，破锅，啊，我点么？一定要吧，出给他尽兴啊。我你用的下瘦哈，嘿，好瘦，它比较瘦，它讲的啦，穷呀就皮足牛，冇啦，讲足牛啊，皮足牛，三片肉，哎，穷啊起来就很多梅花肉，好，我说来老给弄到细细点呗，嘿，点呗，好，来了，哎，随堂测验来了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咧，第二个题目係呢，大家客家嘅諺語講啦，那一冬瓜無好。作譜的來落模，字嘅意思係乜嘢呢 ？A. 欺善怕惡 ，B. 一視同仁 ，C. 喜新厭舊。那冬瓜，冇那好哦，都說作譜的來落模是綁毛哦，我一直以為是順它的毛，就是來拔它的毛。那個毛一定覺得很痛啊，不會，因為那個毛太細了。有像扮毛，藍隊紅隊。有吧嗎？有啊，那不然鳳蓮姐跟景鵬哥，剪豆小跳，先猜拳，猜有答題權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鳳蓮姐有答題權。來，鳳蓮姐先。鳳蓮姐，你先告訴我你的答案是什麼，我們可以討論看看。A 嗎？A 確定嗎？你們等下融入語共哦。那想請問一下景鵬哥，你喜歡寫乜解？欺善怕惡。做乜解？你嘅想法係乜解？因為抓不到老大，就是好笑的欺善怕惡啊。對。但是如果因為你下 A 不一定要選擇嘞，就是我們要選一個第二個，就是小 A。在這裡嗎？好，再選下去，我們肉要煮好了。好啦，到底答案係乜嘅？係唔係 A 欺善怕惡呢？好，答案係 A 欺善怕惡。因为两个冬瓜它体积比较大，所以拿冬瓜没辙，只能拿体积小的胡瓜来拔毛哦，所以指的是欺善怕惡。瓜哥嗎？哦，原來係咁樣的。你下意思就講風水得到2分的呢。係啊，太細啦。那我們待會廚藝一定要拉到滿哦。走得拉到滿。牛蚶啊，你為破好了哈，那是可能太細啊，不用阿姨破好。這真的很像你媽媽的料理。但是我看你暗凍瓜，個什麼讓我印象當中冇強壯你一唔會按หั่啦，你係不用其他調味，譬如話姜嘛、蔥條，再來做咧醬料。醬的部分其實糖醋蠻適合。我比較好奇還有放牛奶，因為究竟牛羊，它的意思是這樣，因為就是牛奶是硬加。因為我們原本想說是和牛嘛，沒有啦。
了，其實應該你像你西式咧，瑞典那個肉丸子，後邊就你像你牛奶啦，那個什麼亞的？哦，嗰個健冇冇老人麼？讓它徹底利用。都有鹹，對，所以我們在搞大家。哎，我們有一位大哥在那個台大農場，很會做這個廢物利用回收的。回收再利用，沒有人講廢物。有廢物利用，就是比如講冇用的碗的啊，好的東西。像你就可以去廢物利用了，因為我太厲害了。對，那一杯。洋沙皮，因為這個要很有想法。對，洋沙皮。你看到機，因為想機會慢慢變。對啊。例如我隨便烤罐頭，張伯騫變哦，那不用，那厲害。就是小孩子玩的。哦，童玩。童玩，比如講筷兒、米酒啊。用在橡皮筋绑起来，卷起来放在地上。好像哎，考不倒呢。来，我公布蓝队加2分。來看一下做法。好，咱平下來咯。加醬料油不用，還蠻不用牛奶嘛，哈。嘿，忙了就。牛奶降少啊，水木講來表。哦。可是我必收到手指到乾嗎？注意下。好，好咧，你看，完全要聞到咧醬料是產豆做的咧。那如果收得不夠快，沒做得尬掉便宜付。沒做的。它的外形刻印的很像珍珠丸子哎。我在想說，是不是煮勾勾還可以讓它剛才的油比較煮出來？唔會，因為你用的好少很油啊，就是沒有那麼多的油脂，但是有這個醬料，其實牛奶啊這些，它就會讓它滑順。都用呢。因為從大家學意大利麵是這個種白醬。白醬，有槍。哎，一般的白醬係不用買的東西啊。有用嘅鮮奶油啊，有用嘅麵粉去炒。啊，不過有當到嘅做法係用嘅鮮奶油收汁啊。哦。還有那個奶油、麻油。哦。演習係我的最愛。哦。這道菜很健康。來咯，豬雞牛羊。按鈕去後勢咯。好，盧師傅帶來兩個呢，按到豬雞牛羊。完全不是非常的，就是簡單。嗨，哦，太假看了，支持看哪咯？好，白醬系列的牛眼，鹹冬瓜凍加分呢。香港嘅地家好，做嘛嘅師傅一定愛用鋪嘅。鋪過嘅東西，基本上係一種油香之外，還加上嫩香。鋪過後最主要係本嘅醬料較好溫到蛋糕去啊！哈。哦，人哋都講嘛，說食好啊。真嘅啊！話關東煮嘅有比哦。啊，好呢！哎呦，這是最高級啊！你最近常用吧？啊，以後是啦。以後是哈。啊，咱吹個啊，哎呦，食到香香哩哩。係啊，香香香，叫暗冬瓜哦，非常嘅有味道。誒膠牛咁當頭潮，因為而家用鋪嘅要油咧。有。所以其實唔是用鋪嘅，不過用下鋪嘅肉咪做得。誒做得，梗係用脆嘅，不如甜絲。鋪嘅用脆啊，好似。錯。用鋪嘅嗬就少油用鋪嘅。錯。係。做真嘅厲害嗬。真嘅厲害。中冬瓜係它的靈魂。係。古說南北冇出講中冬瓜都當用了料理咧。做的不用到用眼底都能吃粥款。裡面好多哎。對，其實我跟你說，景鵬老師是老師。有，你剛剛開場有講。對啊。可我對老師比較抱歉，因為我們紅隊2分，藍隊。所以喊我要加油，要加油，因為加油。隨堂考，還有這個遊戲哈，遊戲的部分，我都沒有加入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機會變款了，因為我們還是一個聊力的節目。那出女兒變起來，讓女生知道客家男人的力量啊！這個公演很讚呢。這是大安森林公演的。拒絕你在講諧音梗，要給好豬介紹一項炒米粉，做得嗎？對，做得。因為娘媽媽一聽炒米粉就好食。好好食，真係3碼做好。做落去，我聽你。好啦，咁啊，
等一下机会变看了，因为我们还是一个聊力的节目嘛。哎呀，要处女变起来，让女生知道客家男人的力量啦。俺讲你错嘞，好，俺讲你错嘞。好啦，头前呢，不管男生也还讲说的呀好料理，接下来呢，我拿出自家嘅本地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就等只听嘅题目。伫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最杯米館係家家出好菜，最主要呢就可以係睇自家變廚藝咯。先嚟睇下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泡菜，泡菜哦，也看下个小酒弟耶哈，很資深了。慢人做诶，你爸，丰年祭，我大姨，丰年祭，根本在身上都让民众大家拿出来哈。昨晚。也叫個時間來做呢啊？係啊，差唔多幾多年呢？也係去年做嘅啦。對。一班人媽媽教唔嘅哈。係對，我說係沒有啲嘅米湯。有哈，米嘅片哈。呀，特別都批到香米嘅。有批到哈，安尼就對咧，哎呀。好，唔過今日做下嘅豐年節招牌泡菜帶來嘅最杯米館菜名同乜嘅？五福臨門順堂。順堂清對子。順堂嘅啲，不過到底乜嘅五福臨門，等下就期待一下。五福臨門，仲講一啲。五碗呐，唔係，我睇住係多年全部有福氣。撩妹咩青銅牌哈。總得是就五三斤做得學咯。豐年祭民族節開細細樣嘅兩份嘅哈，最杯米館。收斂一下。開始看睇看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來看一下咱處理鴉片哦，真嘅係卯足全力準備嘅，記得我卡嘅秘密武器，到底係乜嘅咧？滷豆乾，哇，就係家下就講到誒，當平凡嘅滷豆乾，絕對不平凡，對嘅東西吼，應上唔到啊！哎呦，當平凡嘅東西應該做到當冇平凡嘅，所以等下就是黑白切好了，我應該調油夠，係用調油夠就得啦，是嗎？我們真的是先不用比咯，沒有啊，沒有這麼平凡呐。好，等下那你要將秘密武器做出來料理，菜名按到，每樣三青肉豆乾。哎呦，就該下你講嘅該種邏輯，豬雞牛羊，用乜嘅，是講乜嘅，每樣三青肉豆乾，我來表演你嘅五福臨門順乾。客家誰來了？有信心嗎？有信心。哦，這個有做過兵，應該是5年了。中氣十足。好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晒，現場馬上來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我哋開始了哦。唔過呢，發現到兩組家的正經都會用很單純的客家廚房會有食材。覺得剛才景鵬哥就講了，最簡單的食材，最不平凡的料理。這個還要看他做出來的。等下就真的醬油膏哦。哎，可是我呀，空勾希哈，室友大哥他發揮了。哎呀，你看他這個跑給抬個豆兒，他很會做料理耶。那邊現在有點危險，莫子先。我們趕快先看人家的表皮哈。先通嘛該，先通嘛該，莫演噶，莫演噶，哎呀不該，不哎，公演哦。這個張伯謙最愛的芋頭哎。這不是剛剛偷兵哥的吧？有像哦。這個公演很讚哎。對啊，這是大安森林公演的。拒絕你在講諧音梗。你剛剛穿係魔強龍嘅蕎麥嘅。有兩種，有3種蕎麥。法吉。對。烏尾法吉跟菜肉嗎？碧琪哦，碧琪很好吃，所以這個算是你們關東煮店的招牌嗎？對，這是我們的招牌。哇，可是人哋煮順乾湯，加當初因為係皮糖，姐姐，我們今天怎麼樣來處理這個皮糖的部分？那有鵝油哦，這個臉呢？老闆，你剛才說我們自己養的，又是老闆對不對？
市场。哦，cái市場嘅挑價啦。市場嘅挑價。咁我而家筍乾怎麼搞先燙一下？是因為這個買回來總要燙過。哦，對，一定要先濕過。咁下對。這樣我鹹鹹啦。還要再加水。燙筍那個時節會加油嗎？做地就有啊。我說那個會增加點那個量。什麼量？不用，不用。啊，那量，同這樣嘅筍嚟較油較廣話啦，唔是。動氣啊，唔是。哎，唔是。大家好，你看我們秘密武器這個聞起來的味道，真的很香啊你哦。哎，你還會做？誒，芥菜啊，上頭太太條葉嗬，割下來一條細葉葉，去滷，滷去葉嚟摘完葉葉去拿曬乾了就會變到暗的，對，係啊，對，曬過去哈，誒，曬有，對，曬到出暗的成是暗的就好嘅，台北好曬哦，台北有啦，有地方好曬啦，對呀，係對。我是先幫你皮料一下。那先講叫一下先。因為安尼嗬，等下面就想啊，搞到群嘢別嘅豬肉。好。等下個倒進來啊哈。哇！來，你看兩位客家蛇來大顯身手了。來。其實我剛剛瞥到世佑大哥他的刀工非常厚，而且他平常都在社區關懷據點天數駐村。對。哇，這個刀工留來展現一下。一邊做，你看看。哇！年輕的時候可是比這兩位師傅更厲害。所以怎麼還會做菜呢？會。怎麼會這麼會做菜？就切菜啊。要吃，媽媽從小就要幫忙家裡做事情。農家就是要吃飽吃快，不然回來就沒得吃。可是景鵬哥唔好聽他做嗎？有見到邊冇？我聽他做啊。係啊。好啊。剛才你們說有這個。3層肉，你的肉到底在哪裡啊？不可能有貢獻吧？貢獻，對啊，我拒吃。所以你要看起來係現做好的半成品，要慢慢做誒，這是做事要慢慢磨賣。我想講吼，你今日準備啱都會唱出來，該不會就是台大農場自家種誒？用太多，真的？自家種。這種客家男人很稀缺呢。馬上可以找到，在我們這個世代啦，所以等一下我做出來嘅，你睇下烤出呢？烤就是凍片飯呢，應該要那幾類什麼火料？哎，一邊的同時嘅大黃瓜沒落去，哎呦，顯神嗎？哎，就是融合，融合哦，該3層肉的妹妹還有表。哦，因為你睇下先煸嘛嘅，先煸票。蔥蚵哦，蔥蚵，還有個泰蒜。哦。世佑哥有做阿公嘛？做阿公了。阿公誒。哇。幸福哦。你冇講你做阿公誒？你也做阿公了？係啊，我要做阿凱嗎？忙啊。那叫他進度快一點。景鵬大哥都好搞喺搞嘛該？我搞電子商務。我睇位飛機嘅 CIO 啊。哇，好厲害啊！推橋下來，宏基的 CIO 是資訊長。哦，好厲害！所以你喺太好搞嘅電子商務。哦，哇，果然是教授。所以看一信上哦，還有一點委屈。他們2位都看起來就是老師啊。好，我們等下都進來哦。哎，這邊怎麼收那麼快啊？我們切好嘅咩，都屬於嚟咯。3層肉。係啊，再爆啊！而且你剛才用那個鴨油嗎？鵝油都去煸嗎？對。師傅冇問題啦。對啊，而且我們甚至師傅你還是仔嘛，但你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出來誰的功力比較厲害。哦，那個用木就是地，又熟又冇熟。而且哈，各位你3層肉先煸高，這樣做容易煮湯哈。對，係啊。一個下用啊，一個菜梅頭之類嘅。要不起哈。有個熱條嘅梅哦。熱條嘅梅頭。5年級你用我有冇煮春？你平常我煮飯叫啥意思？冇咧，不可以飲食啊你啊，係啊。有做飯做冇？
係冇，後邊我媽媽都做緊同仁盤作嘅，我媽媽做盤作哦，係叫拍音，其他人沒生意啦。一共你有做過盤作？我冇，我媽媽有，我媽媽72歲還去同仁盤作，我煮了，係啊，對。啊，這個湯太厲害，哇！直接先給滿分。哎，對。要給好就介紹一項炒米粉。哦，係哈，他吃了炒米粉，做得冇？對，做得。因為我媽媽一定炒米粉都好食。都好食，真係。3拿多做好啦，做落去，我囤落去嘅，我前日都誒，講我囤落去嘅，啊，炒米拖出來，哎呦，真係鮮誒，皮紅一下嘛，皮紅一下，大概嚟半半咧，我表嘅要做表嘅係嘛，向下煮完呢，好，誒，按用嗰個煮幾久誒？就一下就熟煮好了，一下就熟， 30分鐘，所以我們快很多。好，那待會就上桌嘍。好。那個湯，盧師傅，你要喝湯了嗎？有。給個湯，會增加呢。我先試。看起來兩片嘅進度亦見到擺盤了。對，讓我。你們這道菜催苗都冇改，忘記了。催苗。福臨門筍乾。那是我的。叫做梅薑。三分肉調乾。沒錯。所以做啲小改一下，豉油哥做兩罐。但第八度咖喱嘛改做嚟結構。佢最主要吼，佢先不卡吼，先那個滷包啊吼，先那個滷河嘅，先個三分肉，先滷河嘅，每個上滷河。小黃瓜嘅梅頭哦，你嘅就食嗰隻打埋落，因為每間去調鹹啊，錯，調鹹，然後嘅3層嘅方法哦，你融合一下。哇，但係那個肉汁也很厲害。按既然今年拿嚟調乾做嘅秘密武器哦，按你個試食一下好嗎？好，我試下調乾啊。蛋漿是錯的嗎？氣感多啲嘛，哈。因為調乾哈東西哈，唔係粉啊。因客家人哦，客家人用這食河了食飽嘛，係嘛？好食。氣感濃嘅嗎？係啊，所以我媽媽嗬，所以我煮個去台灣去，然後我做些就那個食河嘅啊，食河是台灣，等於添個一碗飯啊，嗬，然後就係甚至要食河啊，食河係食唔飽啊，嗬，這個係咪嘅調乾啊，嗬，就要食飽咧。所以按樣看起來。寸下來是不僅吹一下，啊，差不多吹幾嚿。哦，差不多吹一下就好。好，那我們就嘗豆嘞。好啊，來，你倒酸嘞。好。天草馬松嚟倒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看下最杯米罐哪一部開米絲卡斬掉咯。來，先問這個這種厲害，聊天都挺厲害。先來臨一份小湯好嗎？先來暖胃一下，開胃一下。五福臨門筍乾筍乾湯啊，好，睇起來吃看吶。那個湯，盧師傅，你有喝湯了嗎？有。給個湯，會增加咩？啲筍乾湯綁那個鹹菜乾哦，照理來講應該係鹹，結果佢係甜甜的，鮮美哈，好吃。甚至是吃素的嘛？對，你吃最準。湯炒。我愛都是睇，我東好食東椒。上到阿婆對不對？對啊。好了，等下給風區夜市特公開，我們就直接給分了哈。好，最重要壓軸來了。好，你食款兩套菜按到。梅薑、三鮮肉、調乾。好，來。當一米，酸甜嘟嘟好。一煮角啊，就係一豆腐乾，真正食得落去，那我會食得完全冇平庸，非常的紮實。我男士的料理，讓我們女士來評分一下。兩位姐姐，這下個會煮嘅啊，做得冇？做得要那個要梅乾肉係嘛？係啊，那當好食，好食哈。好食，當入味。幾多分？1到10分。
哦，那一定是12分的啦。料理哈，替白色了。对，觉得很新奇，吃的话很做对吗？因为人哋較多係食下嘅梅乾扣肉而已，對，唔會俾用搶出落去嘛。對啊，錯啊。水每日聽話繞牆前棚睇過，9日拜，撈睇價嗬，來講一下你套菜，你等下就半分熟了。好，那慢慢哈，就是大白，你可以跟住就放喺啲條水，最當背係嘛，係肉。係肉嘅東西哈，就吃到好，吃到吃哈，係咪喺都有喺當中先到調乾就吃飽，吃飽，然後喺最腳下係嘛，係個大黃瓜嘅香菜，咁咪先喺唔飽嚟講，唔飽嘅湯頭就變到個盆啊，係啊，膠盆啊，所以主要你看哦，阿哥都上甜食哦，給拿出來咧係阿媽媽的眉頭啦，他每一道菜他都在想媽媽。有哈，你也有媽媽吧？有吧？有。咁就南部有一種料理，就是算人家泰國菜，然後就有肉有青菜，全部落去放下來煮，像是放下煮嘅時節，它嘅湯水還會這樣流下來。那個南部嘅田家中港田人當有名嘅一種菜，就係像用泰國菜當一面嘅。好，所以阿勇看起來有大家哈，其實都差唔多咧。等下真正會緊張起來咧，因為要看一下師傅到底會半幾多分咧。緊張嘅時節到咧，來看一下師傅，先來看風吹咯，風吹搶半分數。這個是有史以來第一代哎，就是每關都得分哎，唔錯。那麼安永天哦，唔怕，唔怕，因為我們是可以同時用2個牌子的吧？不能用假的。好了，還很公平，好不好？這不是五等獎。憑良心啦，好，來看一下藍水得到幾多分呢？哇！介紹一下什麼解安永咯？先來唱，甚至是不公平。好，我要分了個風推的分數呢，佢個做個每道動向當好是叫做有那個客家的精神哦，料理那個精髓就是有個鹹配香啦，拉鹹、拉配、拉香，哎呦，是都當好是東家就是對的，當好是啊，藍推那邊呢做個東西嘛，料理我當好是有那種很層次的分明，有肉啊，有蔬菜啊，還有個下面那個小黃瓜，所以我們也是鹹配香啊。我覺得吃起來的話，它的那個香味很有層次啊。第一度呢有老了該牛番茄，還有個雞眼雜，哦，它有那個畫龍點睛的效果。是各種呢，自己種的呢。哦，併購來講哦，咩啊？你哋啦，你是用啲食材去發揮啲原味，哦，那味道全部都煮出來，哦是咧，已經凍有啲味道，凍感覺。但是咱你哋啦，吼阿哥做嘅啊，都是凍澎湃。個是咧味道哦，電動機甲會หั่做過啊，然後甲會可能胡椒粉的味道，好衝到伊牽過幾下個味道，嘿，效果是這樣，香味全有，但是部分哦，甲個原本甲胡椒粉來調味料香料的部分去牽過伊咧，保證擺伊落是凍澎湃。好啦，等下成績已經出來了哈，馬上Andy出來頒獎禮，耶！今日嘅成績呢已經出來了，先來報成績本睇下啲，Andy風吹總共得到8分，藍吹得到4分，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冇錯，嘅係Andy呀，新嘅一季當中，100得到滿分嘅吹哦，恭喜！恭喜！藍吹吼，代表所有客家4每年嘅功用。哈嘎誰來主要就是怕女生啦哈，所以我們稍微比較謙讓一點點。張爸爸而已嘛。那張爸爸作為第1名代表。好，我哈嘎誰來倆出後得到嘅獎品咪毅厲害哦，佢得到係不鏽鋼砧板2件組，韓國翠綠不粘炒鍋。哇，你要又重哦，這很重哦。是有大哥可以帶去社區共餐的時候用。哎，小哥，假是不牛肉，你這樣尬西就走在東燈一行。好啦，恭喜今天的這個
奖品也是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纪念品呐，哈，奖品不是纪念品，错，课语有进步哦，有进步哦。而且唐坤啊，丰年祭吼，还所有参赛者提出青天的第一摆参加，规个心情用班的，然后听下讲下。哦，我来家下主持人要紧张样啊，像个对方的唔是一个位。一高数诶，问题讲哈，一批个来要喊起来都一样啊，就动跳，嘿啊，他只系有机会喊上我歌啦，哎对，你真紧张啲啊？没有，完全摸到你运动了。应该唔会紧张吧？唔系，好教嘛？哦，当好教，当神这样节目叫我来教嘛？哦，可以听落去，嘿啊，对，哎可以。一开始我们就过关斩将哈，要不然参加心得老太太分享一下。真欢喜参加这个节目，让我那个双偏吸眼，听起来感觉他今后他拜不过来嘛？下次会有机会可以。吗？不会紧张吧？我会请我们同学都来参加。那还没有同学全部来？给协会的有没有？艺文协会的，当然全部 Q 他来了。做得好，包邮咱茶来了。协会啦，啊，上个款个跳价大台系慢人啦，抢地雷啦。跳他了。我们在这里呼吁老板可以来到节目来参加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我咱出嚟阿片咪真劲厉害，系都到好太强的对手了。对不对？而且主要是我们承让啦，对不对？什么从分用呀？系啊。不過今年我當分期呢度啲地方就係講，因為前難得啦，喺度要嘅好嘅染布可以幫我們那個台大農場做一宣傳啦，做一宣傳啦。該幾時講？呢啲東西今年都參加啲一家之主的活動講實在講，當分期啦。同我哋喺堂弟今年未提拜都聊錯。如今年活動講實在當分期啊。我下擺我仲係農場嘅度演咯就要大家坐下來，咁本大家已經啲個買東西，做好嘅東西。係啊，尤其你下手機要搶便宜咧，所以咪鼓勵大家做啲許多推廣農場，大家搶下來 DIY， 係啊，係沒錯，對，動手玩創意，動手玩創意。希望景鵬哥，希望，今年我當放嘢有啲東西，因為我不樣讓佢國家擺講係賣咗炒鍋啊，係啦，我今年我當有交代了，千小時間的那種有那種炒鍋那句話剛剛要劃重點，千小時間哦。好了，最後問一下世佑哥哦，雖然你對客家有冇按熟識啊，對客家話比較不熟悉，但你參加啲客家料理節目，有冇感想？有咩感想？老男人敢跟老媽媽比，要給我們加油，一定要。所以他們沒有承認要回去多做哦，所以這個對我們太好了。回去叫每天切菜，每天炒菜。更重要的是今天吃到了這鹽冬瓜加牛奶，太棒了。客家菜的這個未來的發展，有非常新的創新。就靠二位了，沒有，我們要趕快學習，謝謝，趕快切菜，趕快切菜。今晚基隆沙情境動電音箱很可愛。雖然基講嘅係安用，但是我覺得基要調過嚟在節目來上揚一下阿妹，咪係這種奉獻啦。冇唔錯，兩嘴呢叫咩係？這樣各位嗱講什麼嘅大對決我們都發現到，其實呢大家互相分工，個都有自己擅長的地方。畢竟我們發工就像剛剛世佑哥講，他其實刀工真的非常的厲害。另外呢，每分享才起可以邀請朋友 Q 他組隊來參加哦。係啊，雖然一個係蛇毛音，一個係蛇來音哦，但是一樣的地方就係大家作為客家妹都係最強嘅，所以咪分享大家強下來度，呢一家子做節目來做出亞波客嘅好美事哦。一家之主等到你 Q 下來到節目當中分享亞波客嘅好美事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